好食行来去抢的那个阿龙哥，搞的你嘛个好食的料理。因为准备啊做豆腐法，最主要按节目教大家用慢做豆腐法，尤其啊按食安的问题按严重啊，一家豆腐卡因为发现是好一家东西，不如看按天时啊，教你用半夜来做豆腐法，哇！然后出出来应该是完完全全让大家讲用半下比率啦，比例，你啊375公克蒙条，你要mang浸的，你要浸好嘞。哦，就是中暖台哈。这说有机啊，要有机的啊。你啊做酱的，你要等一下。我哋啊来浸哦。好。用啲片的哈。我哋下準備，先打開嚟好咧。威廉。大家做豆腐也係做豆腐啊，會標乜嘅？石膏粉。哦，石膏粉哦，吃多不好。哦，對身體唔好啊。然後就鹽滷啊，鹽滷。啊，鹽滷係準備幾米啊？8公克。哦。好，来8公克，怎得多，怎得少，好，再过来，หั่嚟半熟粉，用番薯粉，再归零105，你看呀，老煮菜就冇共样，煮菜你就做得青菜，哎用意思的。鸭就做得唔过啊哈，鸭用做用嘅乜嘅雞卵糕啊哈，也係講用做用嘅點心類啊哈，也個比例當重要。當重要，當重要。按個咧水，水3900。3900也可能比較唔落個。你啊800。8001832。好了，2杯，哇，咁樣用做起來咩一斗呢？好，3杯。一底下體位要先打係嘛？買水一定要先浸好來，4杯。好，大概咧少700係冇？估算用唔到，加幾多？差50，好，差50，冇要緊。等一下。好嚟，果汁機。係可以台果汁機。你望體位泡1球誒？你啊泡5點鐘。寒天咧泡下球。係。熱天一下它夾。就做得。你果汁機啊，要下斜推啊。你再用2遍3遍再打。我哋打到像挑嫩樣嘅一樣嘛。其實你要出嘴做2出菜啊。啊，一隻係2出甜點啦。然後挑嫩，然後頭髮。我哋準備啲米菜。有米菜，哪一個看一下？這樣用嘅，係用個菜嘅，菜嘅。冇錯啊！客家田時菜啊，咩講？前仔做，咪當用心來做。係啊。尤其啊，你啊，食安問題也係教大家用半夜食出空田啊。是我們的責任呐，是我們的責任。雖然講要到節目啊，當種用。大家覺得當中佢夠樣嘅，唔過啊，即係
背後嘅目的啊，你希望講都你一個節目看節目好教以外，做得本你嘅觀眾朋友看到正經廚師啊，一講你來賓啊煮嘅料理啊，好食又做得學到好看，又做得學到煮菜啊樣。係啊，要人真緊。好，再過來一片啦。個揀嘅係嘛？我溜3百。好，來再過來一片。新月姐姐哈，呀，不你落。哎，我落嘅。好，我哋下一片，要講咧就調嫩啦。要洗手吼。我哋啊，咩講做一片就唔係哦，我做10遍、20遍，還冇便宜啊！我當好做了，我你會做到啊，半樣咪係，4年咪係，800蚊就夠賺。低頭冇個做嘅，識聽到嘅係嘛？哦，識得講嘅。呀，我係後生嘅，也係。後生嘅愛來嘅。我原本想講，應該係小虎。你這樣子看我沒有。我們唔是啊，唔是啊。啊。哎哪嘞？沒有，哎呀，用準的呀，對吧？哎呀，一都不考哈，用公婆哎用教也以後教啊哈，對嗎？韓國啊，你還聽一遍哦，你就再聽一遍，聽一遍，好，再做埋呢，做調嫩。哦。最難傳嘅語言。好，按做得咧。好，嚟講一啲噃，嚟寫下書嗬。呀，我知道呀，一出啦哈，充電係乜解？你知道係乜解？不是排充電。當多呢？當多哦，我知道啦。就你還บอก嘅呀，唔好有油氣，不要有油氣，不要有油在上面。沒黑。這樣子它一定會失敗，一直傳啊！哎，你有在跑步的人呢，還這麼傳？沒黑，正常的傳。正常的傳。好，嚟睇下兩片，麻煩。好，我哋下來切，哎呀，蒜頭。切蒜頭哦。今邊我上網之前，我哋網頭浸好，天熱啦，我兒時都會做些暗布條，差唔多7、8點開始就嚟做豆漿、做豆腐、做豆花，然後冇做衫，當然冇做衫啊，因為很熱啊，凍熱啊。我跟你這表面就有鹹味豆腐腦之類啊。咁有樣哦。好，我哋啊。而家做甜嘅，做鹹嘅未做得，我今日做鹹嘅。哦，嚟啊！準備係蒜頭，嚟切一碟碟哈，一片一片，等下剁揪揪，這個可以大家一起分享啊。哦，準備啊，而家做起來，啊，3900的水，3900的水，扣掉那些渣渣，最少啊，還有3300左右啊，3300 CC， 哦，這個量還蠻大的。你阿伯媽，因為佢你咪打電話落來問，一定要用嚟用嘅，伯媽係我行簽嘅，等下看實啲嘅。這樣會譜出來，對嗎？該沒係，韓國等下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關鍵。好，我哋來剁椒椒，從你阿剁你阿咪係，你冇人剁啊，人剁哦，當超人，韓國會看到哪一位是係？哦，你老公啊都冇背啊，看電視啊，唔會趁你是安樣剁啊？咩？駕駛朋友家人啊，都不可以用剁啊，哈，不嫁唔出去。你們老多人給不開，有個夜夜磨刀的女人，哎，都不敢親近，係不嫁唔出去啊，哈。好啦，好，其實你當家講。奶啊，我就唔敢用按台貨，因為壓加滾起來，我當家就會浮起來。係，可以，我看你有經驗啦，沒有關係，我相信你。哎，我講呀，做藝術沒有壓力呢。有，講一次啦。
有一个给煮哦，还磨羊哦，就吃到讲东派西嘛，磨让你天数多。你讲胡歌啊，讲该接吧，他就站在旁边，他也没事干呢。哎呀，奇怪哎，哦，叶熊啊，小心音呢。哎呀，还要按摩汗，俺不是，俺妈就不是说就养哎哦。没啦，其实胡歌没熊，走俩出了。哎呀，哎，用他是男子汉，他可以帮我挤这个豆浆。后来他说回家他自己挤好了。哦，哎，切啲嘞香菜啊。我哋切好应该是不多呢。那三种啊哈，色又好看，面丝又好，因为这三种全部就係香料。嘿，蒜头、辣椒诶，盐丝嘅就个香菜。古说也唔是肉哈，唔是。有。呀，挑嫩啊，哦，迄毛笔煮滚啊，加加用上的面丝哦。我奥利度哦，我奥利度哦。然後又唔香，冇嘅挑香嘛，唔會做出來。係，冇錯。就上嘅加用面絲吼。做唔得。聽說要煮比滾來，唔過煮滾當初咩做唔得，平定就滾火吼，而比多煮個一下嘅，係嘛？冇錯。哎，沒做得。哎呦，就它仿片啊，冇就冇開有一台豆漿機，不用得冇用，然後又輪貴舒服，對嘛？我開心嘅啦，罰錢咧又冇嘅事情。你看我哋節目，當冇慳。嘿咩？當真用啊嘅時間。呢個香油。假使下杯啊哈，迄吊點啊，做唔得咯？會變炭燒啊！冇啦，一啲啲嘞。唔會啦，做得啦。哦，飲絲。跟吊點有乜關係？炭燒。炭燒啊，深坑最有名的就是炭燒豆腐。我上該可能哦，該挑架素醉，去煮冬木水、豆腐辣。唔過千米又變到夾嘅鐵色咧。好，你阿滾嘢咯。因為是辣嘛，我係用辣的。就你看見滾嘛，就嘟嘟好敷臉。哎呦，面上沒有揪我。這個呢，我們等5個小時過後就可以了。冇啦，習慣粽子做得咧，因為加因為菜脯啊。你做得？啊，你偷工減料。冇大到，我覺得。就你看見滾嘛，就嘟嘟好敷臉。哎呦，面上沒有揪我。好，差不多嘞。哎，好。好，來灌下機。你普通哦，因為賣給我豆花粉。豆花粉，他就會教你300的水，然後兌多少的粉，或是1包兌幾千 CC 的水。挑嫩啦，當簡單。你阿冇窮用。你啊，真的是真材實料。不是用化學，不是化學啦，就是那種石膏粉啦。錄到會糖水啊，然後就變到亮亮的頭髮。又癢。好，那差不多了。不行，你下還有一個很關鍵。看溫度係嘛？來。你看問題不卡，那準備一樣的溫度計，我一度塗。85。那要退哦，那要讓它退下來。那要很久。不是啊。你給它煮到滾呢？煮到滾，吃起來沒有100意思。來錄一下手咧，你一定要當準哦，係嘛？等下攝影機會固定哦。我知道雖然講呀哈，整形當健康，唔過啊，佢愛個條件較多誒，唔係講用頭髮粉啊，亦係講。佢當簡單。當簡單，佢煮滾就做得。重一批唔可以同佢就
哎呀，它就会凝固好，来，再过来看一下。真嘅好，差不多咯。 85的嘛。哎，85。好，好了呀，摄影机要抓好。好，来，你就动一批啊。等一下，我来弄，你来弄我呀哈。我要第一时间一定要冲下去，冲到这里面。然后没有 NG 的。啊，来85度。好。好，来1、2、3。谢谢姐姐帮我看一下有没有凝固的。有啊。可是有凝固的感觉。要泡水的用热的哈。你还做在盖一种东西放到水里控，一滴就可以了，它马上就叫消泡剂。水里控，佮洗唔得啦。洗唔得啦，哦，不熟哦。有的唔会，哎你会用盖冻起怪东西，或者消泡剂。爱有一啲防湿。滚水。唔咩？用火枪。唔咩？保鲜膜，不用啊去贴住，然后它拿起来那个泡泡就不见了。没错，没做的，好，没做的，来，新月姐姐帮我稍微动一下。哦，有吗？哦，没按咸呢。它马上变冻。这个呢，我们等5个小时过后就可以了。冇啦，10分鐘就做得咧。哦，每本電籃球啊，我哋要準備薄啊。哇，這家煮的就冇同樣，就真係當手工。兩老兩同樣。因為啊，你會覺得，哎，這為什麼有差？因為呢，它底下比較瘦，倒過來是同樣的，同樣。一樣哦。肉樣還冇便宜啊。較重的較多的。很神奇哦哈！亞布卡啊，係有聲音的呀，我知道聽出來好嘢出。有沒有？我是給你冇準備嘅用嘅，專門撈豆花那個。它泡嘅，它扁的，好，咁樣用嘅大氣一點嘛。留起來就泡嘅一層那樣。你要細細的，等下，因為你比較辛苦啊。不要疊5個吃。5個可以用去食飽的。好。你見過不能剩許的喲。這看下鹽味哈，好來，拿起來了。哎，這豆花的味道好濃哦。當香哈，這個做冇窮用。來，有沒有？真的很貨真價實。其實我哪有說衣服的事啊？我都不好意思說內褲的事，因為凍油。按什麼我不用動。哇！哈哪有事啦？兄弟朋友，說白阿妹一定要好啊！美食是到哪裡了？豆花，準備黃豆的375公克，鹽滷8公克，番薯粉102公克，水3900 cc。先填300公克的滾水加鹽滷、番薯粉、薑米油做成滷水，準備填黃豆的填水，放喺果汁機裡邊打成汁，放喺台嘅方瀝出豆黏來，再放喺鑊嘅方用細火煮到滾。要記得緊落哦，這樣唔會出火爛。今後關火，填溫度控制到85度，將填滷水一多多調呢後，放差不多1點鐘閉鉗。嗰個用蒜頭、薑麻、辣椒的、鹽絲的、切幼幼的，再加豆油、糖、豆豉醬、香油、水調成醬汁。先要填做好的豆腐花，用到碗後再放做好的醬汁。安尼好食的豆腐花就做好咯。